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咱们用拍鼓欢迎咱的圣事在咱中间来运行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俄勒你。谢你用你家己的生命来救赎我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的辛苦为我牺牲，带我对黑暗一个明国度，予我为当过看见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。
领受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耶稣，感谢你，当全世界的疫情这款的时阵，你保守阮会当伫台湾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。主耶稣，阮要为着这片土地，为着全世界，用着祈祷的心，主啊，阮要向你来呼求，主求你怜悯，求你甲所有你创造的人类同在。主，阮相信。当你会灵伫咧当中的时阵，你会做奇妙的代志。阿门。为这个土地，我深深祈祷，愿主的真理若更全地遍照。为这个城市，我谦卑交瘁，愿主的我命临到这的百姓，愿全能阿爸天父，愿你国降临，愿颂扬甲悲伤离开阮的心中，愿全能阿爸天父，愿你国降临，愿望甲喜乐永远定咱心中，愿全能阿爸天父，愿你国降临，愿颂扬甲悲伤离开咱的心中，愿全能阿爸天父，愿你国降临，愿望甲喜乐永远定咱心中。为这个土地，我深深祈祷，愿主的真理若更全地遍照。为这个城市，我谦卑交瘁，愿主的我命临到这的百姓，愿全能阿爸天父，愿你国降临，愿颂扬甲悲伤离开阮的心中，愿全能阿爸天父，愿你国降临，愿望甲喜乐永远定咱心中。感谢咱
充满着迄个感谢。就是上帝爱咱将这个恩典分出去，互咱平安的恩典分出去，阿门吗？阿门。咱来诚做一个白当生的，是上帝互咱恩典偌大，咱白白得到的恩典，咱就爱把这个恩典分互出去。要安怎分出去？就是祈祷。咱只是要将咱平安台湾这个土地，伫疫情顶悬的控制，拢真正好势，真正平安。咱要将这个平安来分到伫别国，这叫做分赐，分赐。所以咱要透过咱的祈祷，将这个平安来分赐到伫各国家。所以牧师要邀请咱的手举起的时，当你手举起的时阵，你的头壳就想倒一个国家。你讲主，我即摆要为着美国，要为着巴西，要为着另外倒一个国家，你为着迄个国家，你的心就想迄个国家。咱只是咱要为着世界的疫情，求上帝，或者会研究疫苗的这个科学家，互因会当有上天的智慧，会当互因紧紧来研究出来，互全世界甲这个疫情的迄个死亡率会当降到上低。真侪国家已经唔知要安怎了，嘛因为这个疫情造成所有咱的全球的改变。你有感觉即摆世界改变真大无？非常的紧，所以咱用祈祷徛在伫耶稣基督面前，所以咱举起咱的正手。你若有法度，你举起你的正手，然后咱来为这个国家，为着你的手好才就望伫迄个国家的地球的地球的顶悬，地图的顶悬。特别开声来为着世界来祈祷，1、2、3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谢谢你有听来临，主啊，你听我每一个听这对你的祈祷。主啊，我为着每一个国家，主现在有做国家，而且我的兄弟提名，主啊，你圣灵就降临伫迄个国家内面，主啊，你手术来我的。嘛要享受伫因的所在，主啊，你将你的医治降落伫台湾，嘛要伫遐个国家的时阵，求上帝你来帮咱，或者国家的领袖有对上帝来的智慧，互因听百姓心，主啊，互因知影会当对上帝来得到迄个道路，互因知影有啥物款的切入是为着医治因的土地，主啊，若无你，啥物代志拢袂当成。圣神，你会当成这个事，主啊，你来同在。主啊，说你听见我的兄弟伫遮的祈祷，主啊，当我的兄弟因的嘴所念出来，所祈祷为着伊提名遐个国家，主你拢要一一来伫迄个国家来施行上帝你的救赎的开展。主啊，阮求就得到，主啊，阮求就得到，所以主阮的心充满着信。因为我知主，你是听祈祷的主，你是回应阮祈祷的上帝。感谢主，主啊，你继续来保守阮阳光教会，而且为着世界祈祷时，主啊，你提升复兴阮阳光教会，互阮第一堂这个礼拜兄弟姊妹，若伫这礼拜敬拜上帝，阮也成做祈祷的勇士，成做这个世界祈祷的精兵。多谢主耶稣你的同在，多谢你会听见接纳阮的祈祷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完全的阿爸来举手来求来，完全的阿爸预备，愿你国降临，愿颂扬平常，你为我的心中。
大声来吟。愿全灵阿爸天父，愿你国降临，愿有梦甲喜乐，永远在咱心中。兄弟姊妹，咱对伫阿爸天父的恳求。咱用诗歌来表达咱对阿爸天父迄款平安的恳求，咱有够热切无？咱的心爱非常的热切，佮爱有信心。咱要用信心佮来求阿爸天父，愿全能阿爸天父，咱用全心全人来求来，咱的开力来，愿全灵阿爸将咱的双手来举起，你的手愈大，上帝。无就愈大，哈利路亚。愿颂扬甲悲伤离开阮的心中，愿全能，愿全能阿爸天父，愿你国降临，愿有梦甲喜乐，永远在咱。不管伫你什么款的情境内面，你以后求愿全能阿爸天父，你的国降临，降临伫我的身上，降临伫你的身上，这就是咱的宣告的所求。所以，咱真做信主的基督徒，咱会晓用咱的权柄，咱的气力，甲主祈祷，迄个气力就对天降落来伫你的身上。成做你的力量，成做你的医治，成做你的倚靠甲帮助，阿们吗？